棒的吼，这个印度啊，80岁吼，伊这个队伍吼，来给咱做一个新棍吼，做一个新棍，这个大棍吼。那么等下吼，刘文毛老师吼，刘文毛老师哦，辛苦快吼，伊迎春哦，刘文毛迎春啊。等一下我们这个北门乡的刘文毛老师他的咏春拳这个很期待哦，这个也听过遍哦，拢无真了出来，爱上棒，我今天叫你来我就做欢喜的做欢喜的，咱看你的迎春棍给咱这个5大民权大会上一个天光彩好，我们欢迎林老师来，林老师这把是上岗的大师林老师，也迎春莺歌出动莺歌出动。